以賽亞書第36章。希西家王14年，亞述王西拿基立上來攻擊猶大的一切堅固城，將城攻取。亞述王從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領大軍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裏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溝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於是希勒家的兒子家佐以利亞敬並書記舍伯那和亞薩的兒子史官約亞出來見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對他們說：你們去告訴希西家說，亞述大王如此說，你所倚靠的有什麼可仗賴的呢？你說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我看不過是虛話。你到底倚靠誰，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亞槴的偽像，人若靠這像，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這樣。你若對我說，我們倚靠耶和華我們的神，希西家豈不是將神的邱壇和祭壇廢去，且對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說，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麼？現在你把當頭給我主亞述王，我給你2000匹馬，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夠不夠？若不然，怎能打敗我主神僕中最小的軍長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戰車馬兵麼？現在我上來攻擊毀滅這地，豈沒有耶和華的意思麼？耶和華吩咐我說，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吧。以利亞敬、舍伯那、約亞對拉伯沙基說：求你用亞蘭言語和僕人說話，因為我們懂得，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達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說：我主差遣我來，豈是單對你和你的主說這些話麼？不也是對這些坐在城上，要與你們一同吃自己糞喝自己尿的人說麼？於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猶大言語大聲喊着說：你們當聽亞述大王的話。王如此說：你們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們；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倚靠耶和華說，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不要聽希西家的話，因亞述王如此說：你們要與我和好，出來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的果子，喝自己井裏的水。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與你們本地一樣，就是有五穀和新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你們要謹防，恐怕希西家勸導你們說，耶和華必拯救我們。列國的神有哪一個救他本國脫離亞述王的手呢？哈馬和亞珥拔的神在哪裏呢？西法雅音的神在哪裏呢？他們曾救撒瑪利亞脫離我的手麼？這些國的神，有誰曾救自己的國脫離我的手呢？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脫離我的手麼？百姓靜默不言，並不回答一句，因為王曾吩咐說，不要回答他。當下希勒家的兒子家佐以利亞敬和書記舍伯那，並亞薩的兒子史官約亞，都撕裂衣服，來到希西家那裏，將拉伯沙基的話告訴了他。